家歡喜快樂。嗱，日計經節在呢個約翰福音8:31節，按樣人講到，耶穌講嘅，講白啦，呢個經節就講本猶太人啲，你啊透過我僕人就傳出本隆重人啲，佢講你係講本係採取上帝嘅話語，你都係真正嘅學生。那真正嘅土地係講上帝嘅話，上帝嘅命令，要在自己心中度咧吃門。而是乜嘅呢？自己要照佢嘅話語嚟行，要照佢嘅話語嚟行同，照佢嘅命令嚟行同，自家呢就係真正主耶穌嘅學生。然後呢一個約翰8:32節，按用人講到，照佢嘅話語喺在自己心中嘅講，你就真正分明格啲呢一個真理。對呢個真理講，呢個真理能夠帶自己脫離，其一真理大家脫離咪嗱，脫離本嘅罪惡拍到嘅方面，然後脫離本嘅灰心，脫離本嘅腐毒嘅心，脫離本嘅唔甘人嘅心，所有任何嘅心裏度，時間能夠脫離，透過上帝嘅話語，透過嘅經節嚟傳出自己聽嘅，所以呢，時間真係相信主耶穌，時間相信佢哋講。佢嘅話語，佢嘅命令，要在佢心中，佢能夠帶嚟個脫離，從熱節你撒回你的產業家嘅。嗱，然後咧講啲約翰8:52節一這樣講到，係咪人就啱嘅話嚟講樣，基督唔會得到永遠嘅希望？咪意思呢？呢度講到日後自家冇離開了世間之時，自家嘅靈唔會得到觸發永久，因為到自家相信耶穌基督嘅話語，大家脫離從一罪惡塔頭嘅，然後自家唔會得到觸發，自家得到脫離，自家變家嘅子女，變家嘅阿媽，熱情去照顧。大自家最好嘅會所，所以係隔上地球下，世間你喺度，佢大家脫離從隆重產自家嘅，日後離開咗世間，佢大自家進到天家，天父強下的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